張霞兒指張新發出緊急呼籲，他已收到消息，指張霞已經離世。我們最新收到爆料，指實際上張霞與劉振利在1月20日被捕後，隨即遭到處決，令人心情極度沉重。據軍內核心消息人士緊急透露，中央軍委副主席張霞上將及中央軍委委員劉振利上將，於2025年1月20日在中央黨校被捕後，短短1天內即遭秘密處決。消息人士證實，當天兩人正常出席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研討班開班儀式，一抵達現場即被公安部特勤局人員帶走，直接押往公安部審訊基地。過程未經政治局集體討論，未履行全國人大代表資格撤銷程序，未由軍紀委按規定主導調查，甚至未通知家屬，未進行任何醫療檢查。當晚深夜兩人即被執行死刑，整個過程完全黑箱作業，沒有任何判決文件、官方通告或遺體交接記錄。張霞上將身為紅色後代，對越自衛反擊戰老兵，擁有逾50年黨齡的老黨員，一生忠於黨、忠於國家、忠於人民軍隊，從未貪污，從未懈怠，從無任何反對行為，嚴格遵守軍委主席負責制言行。劉振利上將同樣是軍中公認的政治型將領，作戰籌劃出色。兩人被捕前軍正常履職，他們突然失蹤已令全軍震驚，如今傳出即時處決，更令人心寒。此舉嚴重違反黨章、憲法及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。處理政治局委員兼中央軍委副主席級別幹部，必須經過黨內集體決策、全國人大法定程序、軍委紀委立案審查、軍委法庭公開審理。而今次直接跳過所有環節，採取秘密處決，等同私刑。這不僅是對兩位將軍的殘酷迫害，更是對全黨全軍紀律與法治底線的公然踐踏。消息人士指出，此事由軍內個別腐敗集團及背後勢力蓄意操控，目的是清除異己、滅口自保。目前軍中已出現明顯震盪，多個戰區及軍總領導私下表達強烈不滿，軍心浮動加劇，家屬至今未獲任何官方消息，無法見遺體，無法辦理後事，悲痛欲絕。我們強烈呼籲黨中央及中央軍委立即成立由中紀委、國家監委、軍紀委聯合的專案組，徹底調查兩人從被捕至處決的全過程，公開調查結果及責任人，立即允許家屬認領遺體，按軍人榮譽待遇舉行追悼會，嚴懲幕後策劃者及執行者，恢復軍內正常秩序。兩位將軍為黨為國奮鬥一生，不能不明不白離去，真相必須水落石出，正義必須伸張，否則軍心難以穩定，後果不堪設想。與此同時，網上出現一篇詳細記述張霞與劉振利被捕過程的文章。文章指出，2025年下半年，軍隊整肅如割韭菜般一輪接一輪，火箭軍從司令到旅長幾乎全軍覆沒，裝備發展部、戰略支援部隊、海軍裝備部門一爪一大串，表面是反腐，實質是大清洗。習主席最擔心的不是錢落入誰袋，而是有人敢完全不聽他的。張國霞的背景極硬，72歲破格留任，本是鐵桿忠誠標誌。他父親張宗訓與習仲勳是生死弟兄，從小一起長大，文革時一同挨批鬥下鄉。張國霞當眾叫習近平弟弟，習近平也回叫他大哥。這種關係在黨內是護身符，誰敢輕動？但權力越到頂層，越不容任何不確定因素。2025年秋季起，習近平陸續聽到風聲。張國霞曾私下表示，軍隊不能當擋箭牌，台灣問題不能速戰速決，若美軍真介入，後果將是災難性。這些話傳到中南海即變味，成了動搖軍心另搞一套。更嚴重的是，張國霞身邊漸漸形成小圈子，包括劉振立及某些舊部裝備系統技術將領。他們在軍委擴大會議偶爾提出不同意見，如不能把所有資源集在高超音速及航母上，要有應急方案，核力量不能輕易示弱等。在習近平看來，這就是挑戰軍委主席負責制。罪名早已備好，首先從顧軍入手。中國核工業集團總經理顧某於2026年1月8日凌晨被中紀委從家中帶走。顧軍掌握核武器全鏈條關鍵，從彈頭小型化到導彈載入制度，他手握全部核心數據。隔離審查第3天，他即全部招供，承認與張國霞多次秘密接觸，通過第三方渠道向美方提供部分核導參數，包括東風負41彈頭機動編隊控制算法、小型化核裝置觸發機制等。這些資料落到對方手上，反導系統及先發制人方案即可重新調整。習近平看到供詞，當場拍桌怒斥叛徒，其他涉案人員如雪崩般跟進。裝備系統極其重要，裝備採購系統是腐敗黑洞，每年數萬億預算層層分肥。張文霞在總裝備部期間9大師涉錢，涉案金額達數十億。他助理曹福從裝備部副部長升至國防部長，中間收受巨額好處費。李朝福2023年落馬時，外界只知火箭軍腐敗，
背後實有張文霞影子。他通過香港、新加坡離岸公司洗錢，在倫敦、溫哥華購置多套豪宅。最致命的是他組建小圈子，拉幫結派，破壞黨內團結。圈內人私下議論，習的集權過頭，軍委主席負責制變成個人負責制，長此以往軍隊難以作戰。這些言論均被錄音，上報成鐵證。2025年1月24日上午，北京京西賓館地下2層會議室舉行絕密通報會，出席者為軍委委員、各大戰區司令、政委、軍總司令，共不到50人，由中紀委副主席主持。習主席未現身，但眾人知曉這是他的意圖。通報用詞如刀，稱張文霞嚴重違紀違法，長期結黨營私，收受巨額賄賂，泄露國家核心機密，踐踏軍委主席負責制，危害黨的執政根基及國家安全。劉振利則定性為同謀。通報結束，全場死寂，無人敢抬頭，冇人敢咳嗽，所有人手機上交禁止對外聯絡。下午3時57分，國防部官網發通告，指中央軍委副主席張文霞、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劉振利涉嫌嚴重違紀違法，正接受中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及監察調查。同時間，解放軍報頭版發文，堅決擁護黨中央對張文霞、劉振利立案審查決定，強調這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軍隊反腐上的重大勝利。事件發生於1月19日晚至20日凌晨，是一次乾淨利落的突擊。習主席在中南海指揮室親自督戰，熒幕實時顯示畫面。行動前3天，從上海武警總隊空降少將李某某，直接接管中央軍委直屬特勤支隊，原負責北京核心區安全，內有張文霞舊關係。換人後，所有可能泄密或干擾渠道全斷。1月19日下午5時，張文霞的黑色奧迪 A8L 從西山出發，前往中央黨校參加20日省部級研討班，習主席亦將出席，這是最佳找捕時機。離開軍區防護較弱，僅帶4名警衛，車隊行經京港高速，昌平西關環島前約3公里，3輛無牌黑色 SUV 從後逼停，領頭車輛紅藍燈示意停車，司機小狼剎車。張文霞未及開口質疑，車門一開，一隊全副武裝特勤圍上，亮證件後稱習主席緊急召見，請立即下車。張文霞臉色發白，稱未接通知，對方不理，直接上前夾臂，2名特勤強行將他拖出後座，上手銬。張文霞掙扎稱你們幹什麼？我張文霞對黨忠心耿耿，對方冷回有話裏面說，他被塞進中間麵包車，瞬間消失於夜色。同一時間，第2組直撲西山住所，凌晨1時12分特勤破門，書房、臥室、地下室全搜，保險櫃撬開，電腦硬碟拆走。其子在2樓書房看文件被扣走，妻子在客廳尖叫憑什麼找人？兒子被押上車時哭問爸呢？爸在哪？冇人理會。劉振利更簡單，下午在中南海開會，4時半回辦公室，門一開6人衝入，直接控制秘書、司機、通訊員全帶走。整個過程不到2分鐘，找捕結束。習主席在中南海看3片錄像，稱乾淨利落。事後，北京向北5個方向為駐區司令換人，天津警備區政委被談話，上海警備區主官調離，軍委大樓很多人晚上不敢關燈睡覺，怕半夜敲門。基層部隊接通知嚴禁議論、嚴禁傳播、嚴禁網議。士氣跌至冰點，有人私下說上面打老虎，我們連兔子都不敢當。裝備項目停擺，演習推遲，核基地最高戒備，不是防外敵，而是防內鬼。張文霞家人全失聯，妻子軟禁京郊某處，兒子張新接受隔離審查，秘書、司機家屬全帶走。資產凍結，倫敦豪宅溫哥華別墅，香港賬戶一夜成贓款。內部估計，張文霞涉案金額達100億。習近平邏輯只有4字：斬草除根。既然大哥都咁有異心，其他人更不能留。此清洗非單純反腐，而是殺雞儆猴。軍隊必須絕對聽命，任何小山頭都要連根拔除。政治局未開會，常委未討論，直接由習近平一言而決。這個體制已走到盡頭，軍隊淪為內鬥工具，根本喪失戰鬥力。國家安全變成個人安全的附庸，對外封閉，對內高壓，只會加速崩潰。